国际新闻来关心，几若千个巴勒斯坦人伫6个时是上街头抗议，要甲哈马斯号召。因除了要求想要赶紧结束和以色列的冲突，佮大声喊讲爱哈马斯紧闪。以色列国防部是呼吁加沙的百姓爱出来抗议哈马斯的通知。 最近是巴勒斯坦人连续第2天伫街路抗议，安尼定面真罕见。以下冲突17个月，每日拢有人死亡，加沙真侪所在真做亡啊步，因无过忍耐，为了前一日来反正是非，即马搁大打爱哈马斯离开。 عليها أن تنسحب من المشهد وتسلم من لديها من الأسرى ورسالتنا الأخرى لإسرائيل بأن كل شعب غزة ليسوا بحماس. 公开直接示威群众，好亲像无个对这个武装团体有顾虑。抗议活动集中伫北部，伫贝特拉西亚这个都市，群众示威会原本的10几人，用反战做诉求，后来真紧增加到2000多人。 这是以哈冲突以来加沙上大规模的反哈马斯抗议行动，也咧传开，尤其前2日才因为轰炸造成重大死伤。加沙卫生当局迄时阵声明，以色列军队伫停火了后，伫3月18恢复空袭，已经将近800人死亡，超过1600人受伤。以色列国防部趁这机会讲话。כפי שהם עשו, תדרשו גם אתם את סילוק החמאס מעזה ואת השחרור המיידי של כל החטופים הישראלים. זאת הדרך היחידה להפסיק את המלחמה. 哈马斯已经伫加沙走廊对这种抗议行动有过武力镇压，即摆无明显直接干涉。路透社报道，无迪加是因为为以色列重新对加沙轰炸了后，哈马斯一直采取低调。哈马斯驻青官员赖姆伫 Facebook 大文表示，百姓有权抗议，不过应该将焦点放在犯罪侵略者以色列身上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